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仔日由于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不过有6例带病入境，其中有4例已经注完2档疫苗。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第7轮疫苗注射会提供 AZ 疫苗，对象是29岁以上要注头1档疫苗的民众。若要到货 BNT 疫苗，伫今仔下晡2点开始。18岁以上的民众已经会当伫疫苗平台来登记 BNT 啊。12岁到17岁学生由学校列名单注射。国内新冠本土病例2拜6搁再零确诊，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这也是4天内第3摆本土零确诊。不过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有4例已经完整注射2剂疫苗。较特别的是，有1个个案捌注射过印度家己做的疫苗，却是意外确诊，是国内头一摆看到这个厂牌突破性感染的事件。印度自己制造的这个叫 COVAXIN 的这个疫苗哈，那不过他在7月底的时候，其实就在越南有先确诊过，只是后来因为有可以检附出 PCR 阴性的证明，所以还是可以符合这个条件来入境。由第6轮高端疫苗的注射即要结束啊，指挥中心也公布第7轮要注射 AZ 疫苗，对象是7月19以前意愿登记选 AZ 的人，而且还未注射过疫苗的29岁以上民众，还有18岁以上第9类的对象。有用时间是8月29礼拜早起10点，到下礼拜2、3、1中昼12点截止。注射时间是9月初3到9月初10，有估大约有8万人的符合资格。严格确实这对象想要增加选择 BNT 疫苗，必须在8月31日下晡4点了后才来加选。我们当然希望把这第1轮的这个涵盖率先把它做出来。好，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个一个公共的防疫，那一方面也会相较的公平。那第2剂可能都会稍微晚一点点，但是也会做适当的安排。另外，辉瑞 BNT 疫苗也对28拜6下晡2点开始6例疫苗登记的平台选项开放登记对象，包含从来捌注射过疫苗的18岁以上的民众。另外，12岁到17岁学生的族群是安排到学校来集中注射，也是依照通知书到地方政府的卫生局所指定的合约的医疗院所去注射。还是一样跟流感一样当然会有相关的说明书跟那个家长同意书来让家长能够审视。指挥中心表示，国外研究显示，注射 BNT 疫苗可引发心肌炎症副作用，如果以少年的男性风险较悬。另外，也有发烧、头壳晕、头壳痛这小可症状，相关的风险拢会互家长知影。若是有慢性病，会建议先咨询医师，才决定是不是要注。另外，疫苗有约平台下晡2点当条例无度订立，但是中讲这个抢票无共款，也毋是先抢就先赢，呼吁民众较晚登记不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不过新北邦桥的远东百货公司煞向停业做消毒。市府证实讲，百货公司有1个员工透早 PCR 阳性确诊。远东百货公司在这一个公共场所的消费，我们一定采取更严格的高标准来做检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PCR 阳性，一确认 CT 值虽然大于30。已经以31了，我们还是要求我们大圆柏要立即启动企业快筛，同时大圆柏立即做好清消，扩大框列，也扩大裁剪。邦桥的远东百货公司今仔日暂停营业，因为1楼的专柜小姐 PCR 采检阳性确诊。若这个确诊的员工最近1摆来上班是8月26日，新北市卫生局也随通知百货公司停业消毒。扩大采检，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计安排1500位员工到亚东病院体检。百货公司嘛，爱等清消采检了后，才会当恢复营业。讲到咱国产的高端疫苗，才开始注1礼拜，就传出有6例注射了后通报死亡的案例。昨各地头的注射率拢降低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主要是因为高端疫苗不良事件，还有 BNT 疫苗要到货的原因，影响到注射率。另外，有风声讲，咱国友邦贝里斯要买高端疫苗，但市长表示，若是有剩，就会考虑。国内若阁有人想要注，都袂出货。注1剂就使预防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国产的高端疫苗，这礼拜开始注以来，已经传出6例注射了后通报死亡案例。诊所医师讲，受到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影响，未少民众原本要注高端疫苗，这阵变价真丢毒。刚开始甚至有来了都全垒打，有些人就通报是100% 都来，
我那时候看的也是差不多至少90几% 都有来，可是最后一天打高端的时候，不到80%呢。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高端疫苗的注射率有每天下降的趋势，不过也无暂停的情形。对23拜一开始自头一天的92.8%，到26拜四降到82.6%。不过这5天以来，高端疫苗注射超过55万人次，逐日下降的趋势。2个，我想当然一方面也受到不良事件的一些影响有关系。那另外我相信也因为有好像有 BNT 要进来这2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另外，外团咱国友邦贝里斯想要买国产的高端疫苗，但市长回应表示，外交部有甲指挥中心联络过，若是高端疫苗伫台湾自卫量要有剩，当然会使考虑。要不若是要有人要注高端疫苗，就袂出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8月25标出头一件走私肉品验出非洲猪瘟案件。高雄市府除了禁止用喷饲猪，嘛加强稽查。8月26对录得一件无合格申请违法用喷饲猪的饲猪场罚6万。今仔下晡，市长陈其迈阁亲身视察饲猪场，表示会辅导业者改用饲料，全力阻挡非洲猪瘟。白白肥肥的肉猪倒伫饲猪场内底，饲猪的人向高雄市长陈其迈说明，过去用喷饲猪的处理的流程，其实比用饲料饲加真麻烦。卫生纸也淡，起托也淡，肉骨也淡，当然拢爱在处理就对，处理的到底遐啥？国内最近咧刷查到非洲猪瘟用性的走私的肉制品，农委会宣布9月开始暂停用喷来饲猪1个月。但今摆2月下晡特别到美图来看一下已经转型为用饲料饲猪的饲猪场，希望借这个成功的经验来辅导更加多的业者转型，并且讲会增加这个饲料产业补贴。在每头猪的补助500元的部分，那市政府会加码再补助100元，来协助我们养猪业者能够。从厨余的饲养改成饲料的饲养。非洲猪瘟那个厨余的有关那个食品的东西很严重，所以那个有关于非洲猪瘟这些厨余的防疫各方面都要非常注意哦。高雄2月出现含非洲猪瘟越南走私肉品，和市府这几天拢一直伫宣导，并且稽查饲猪场。日头就查到路得一间小型的饲猪场，非法使用喷来饲猪，环保局正伫追踪这个喷的来源。另外，业者会依照违反饲料管理法甲特务法，罚6万块。但期迈也搁再呼吁饲猪的人要配合守法，共同来保护台湾猪。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阻挡非洲猪瘟，中央对9月1开始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环保署长今仔日特别视察新竹市的喷厂，嘛要求各县市这2天要做好准备，协助民众来处理喷。规桶的喷水经过人工确定安全了后，直接经过机器处理，过无偌久，喷水就变做会使再利用的培养土。为要防止非洲猪瘟疫情，中央宣布9月开始1个月内全面禁止用喷饲猪。环保署提醒民众一定要配合政策，阻挡非洲猪瘟。所有的厨余，因为原来有的可能他就交给养猪户或清理业再去养猪，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去养猪，所以我们到我们指定的地点。但有的会担心说，那我到你指定的地点是不是还要付处理费？我特别强调，我们跟地方都谈好了，这一部分我们都免费收受，只要他载到我们指定的位置。目前新竹市喷水处理场，每天会使处理的喷水差不多12吨，若是有需要合作其他单位的时阵，上最会使提升到18吨。这个月这样的紧急措施，不管是用厨余处理，或者是焚化的一个状况，都让它消除它的病毒传播。环保署呼吁民众处理喷水要尽量用好打，另外针对不明来源的肉类，应该直接弹喷扫桶，千万唔通甲喷水放做伙，避免造成疫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际上要紧，针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炸弹攻击事件，美国国防部27表示讲，凶手敢若1个人。那美国总统拜登也讲，会全力追查，互凶手付出代价。美军即马也已经证实。日本用无人机打死一个 ISIS 成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进前伫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炸弹攻击，夺走13个美军甲169个阿富汗人性命。
美国总统拜登对外救助要保护美国国会全力抓凶手，要互攻击者付出代价。美军真紧回应拜登的诉求，20日透过无人机拍死1名 IS 成员，伊涉嫌参加7月炸弹攻击。Another terror attack in Kabul is likely, and they are taking maximum force protection measures at the Kabul airport and in surrounding areas with our forces as a result. 这行动由拜登授权，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进行攻击目标。在阿富汗东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攻击无造成老百姓伤亡。美方这摆用真紧反击，是因为监控 IS 加打击极端分子有真侪年的经验。针对炸弹攻击事件，美国国防部指出，自杀炸弹客只有1个人，爆炸只发生在机场附近的艾比门。I can confirm for you that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second explosion at or near the Barron Hotel, that it was one suicide bomber. 白宫证实，拜登接到国安团队警讯，喀布尔可能搁一摆发生恐怖攻击，驻守国际机场5000多名美军要赶紧准备好。过去24点钟，国共有89班机撤离12500人。美国国防部增加3个军事基地来收容，加上进前规划3个基地，6个所在总共应容了差不多5万名阿富汗移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为着防止疫情退烧，这体育比赛也拢开始要求观众、裁判甲教练都要注疫苗。美国网球协会27宣布讲，民众要摕疫苗注射证明，才会当入场看比赛。另外，美国 NBA 嘛要求后一个赛季开始，会挖进球员甲裁判的工作人员拢要注完2剂疫苗。调查病症病毒探前景，澳洲2月宣布，过去24点钟，增加1126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人。从6月中出现调查病毒以后的一天新冠，其中有1035例确诊，拢伫新南威尔士州，是当地疫情流行以来一天确诊的新冠纪录。So we had a total yesterday in New South Wales alone of 156,165 people received a jab. There were also 1,035 locally acquired cases of COVID. 在各国疫情严重之下，美国网球协会27发出声明，表示受到纽约市市长办公室强制要求，进入球场看比赛球迷，包括12岁以上的观众，拢要出示至少1剂的疫苗注射证明才当入场。同款要求注疫苗的美国电拿 NBA 要求所有伫比赛内底甲球员、裁判、距离伫15个英尺以内的工作人员，必须要伫新的赛季开始之前注射完2剂疫苗。而球队的工作人员，包括教练、管理人员等，甲其他球场边仔的工作人员，像港边。摄影师、佮安保、医护人员等，拢要伫10月初1之前注疫苗。不过，即马并无强制要求球员爱注疫苗。体育比赛要求观众甲工作人员注射疫苗。对疫苗无够的非洲国家，德国是决定要提供70万剂疫苗给非洲国家。Mehr als 60% unserer Bevölkerung geimpft haben und in Afrika sind es 2%, dann ist das natürlich eine dramatische Ungerechtigkeit, die wir schnell überwinden müssen und darüber haben wir。德国总理梅克尔认为，伫个 G20 会议面顶，真侪国家拢认为非洲需要得到生产疫苗机会甲权利。梅克尔相信会当慢慢转移技术，稳准疫苗伫个非洲生产。国际新闻台是童明玉。后礼拜就要开学咯，今仔日也是休热的最后一个拜6礼拜，有真侪民众把握时间出去佚佗。屏东垦丁甲小琉球都出现真侪游客，而且枋寮往垦丁的方向，中昼时也塞车。不过在地业者总算等到游客来观光，拢感觉真欢喜。警察在路口疏导车流，疫情短后民众开始出门。和屏东枋寮往恒春垦丁方向就泊车是真多，加上第一线加东战备道，因为9月汉光演习中央跑道放起来整修，也和附近的路段20被中道塞车。很久啊，就是趁这个周末。我从5月就开始关了，关到现在。陈时中部长有条件的开放水域，所以我们带全家小孩子来这边好好玩一下，因为下礼拜就要开学了。垦丁沙坡游客挂翠安拍球耍水，屏东这礼拜开始有条件开放水上活动，陆续桥、游泳甲航马顶。垦丁大街甲沙坡人开始坐起来，主办率有80%以上。同款人真侪，还有小琉球，东港尾头20杯透早就出现百例人，全部拢是要去小琉球耍的游客。8月24号开始啊，小琉球的若干风景区啊，还有一些措施啊，水上活动，它有部分做解封开放了，所以说现在游客呢也就随之渐渐有增多。
记得如果看到了绿蜥龟，上海港看就好了，不要去摸。 呛水业者总算等甲游客上门，花瓣岩顶海边景点四界拢是耍水畅醉游客，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游客赶紧趁休大最后一个周末出来佚佗，互已经3个月无生理通做打翻甲观光业者也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南区一间长照护理之家，今仔透早庆乌烟大火烧。 加在护理人员竟撤离68位住民，伫消防队到位进前顺利甲火拍花，其中有4个人送病院检查。若导火原因，就该进一步调查。老大人互人插到户外安全的所在，无法度行的是连人带床，斗阵互人疏散到1楼。台中市南区这间护理之家，礼拜6早起传出火灾，来遮照顾亲人的民众表示，一开始听到爆炸声响了后，大楼内底真紧就拢是乌烟，甘宁伫黑暗当中入楼。烟雾弥漫，整个都是那个雾啦，那根本没有办法走。那我就用摸的啦，摸的后来发觉说那个烟越来越重。 那我还是下来了，因为我没有任何防备。好佳在护理之家护理人员赶紧疏散68住民，刚好找到导火所在拍火，消防队赶到现场时阵，火势已经拍花。消防队除了协助建筑部排烟，也将其中4个住民有风险送医检查。 进行逐层的搜索，那并且最后确认起火楼层是在3楼的衣物在会谈室的变电箱那也救出了4名民众，那预防性的送医消防队表示，有民众指出，导火所在伫出楼尾顶，一开始怀疑可能是太阳能电力装置导火，后来确认导火所在是3楼会议室的变电箱，之间是毋是有相关联？真正导火原因是啥物，拢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立行产业道路，昨暗头有要挖100公尺的路崩去，加在电线机面发现路壁损，就紧通报管府。 下晡先提早封路，禁止出入。假是一封了后，过无偌久，路就崩去刮下去了，刮下去了！民众现场看到山壁土石大面积的崩落，到89线立行产业道路30公里处，27号下晡4点外，再一处发生严重的崩山，距离大约100公尺的道路直接消失。这个地点就是红乡北路往立行村的路段，今日是受到进前连续大雨影响，这2天道路已经出现歪岔。前几天我们部落就已经发现有在塌陷了啦，然后刚好昨天。 县府的有来会勘，会勘之后就决定说下午要封路，4点多就开始勘了。当地民众表示，加在南投县府伫咧会勘了后，就马上封闭道路，也若无可能造成路过民众伤亡。目前乡公所已经开始征收替代道路。今天那个重机械就已经开始在那边把那个道路做初步的那个检修把那个路面压平，礼拜一做个统合。 把那些杂草会影响视线的，把它砍除掉以后，这个田外道路会更好走啦。不过，立行产业道路是当地几个村落居民对外通行，也有产业运输的主要道路。目前是高山下贵蔬菜盛产期，虽然另外交通无算中断，但是爱开较济的时间。政府买来评估要安怎抢修。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 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 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接落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来看青龙打造100年奇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